其实买卖这个翠暗产生袂少的问题，像这个高雄三民区有一间药房，逐天下晡的3点到5点来卖翠暗，昨下晡已经过5点歪卖咯。但是手机啊 App 注明的库存量也阁有1000多片，所以也是有袂少的民众咧排队等买买。民众讲，这个门口明明都有打讲卖完为止，但是药师是坚持讲下晡3点到5点才有咧卖。就安尼，药师甲民众起笑骂。还有，你电脑现在还有库存量哦。你的意思电脑在有，我们不要活了，一直卖口罩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面对顾客询问为什么翠暗也阁有存量袂当继续卖，药局人员真生气。外面不是写口罩售完为止吗？外面有打卖完为止的标示，药局人员依然强调只卖到5点。高雄三民区这间药局民众上网查询，存量也袂少。经常截止贩卖，拢也阁有存上千片，互民众直接向卫生局投诉。不过药局表示，像我昨天晚上，因为他说叫我们卖到晚，我也没吃晚餐呐。按照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，配合翠暗贩卖一天至少2点钟，这间药局确实嘛无减，但售完为止的过时已经互民众产生误会。我们的药师工会辅导我们的会员，在他这个贩卖上面的文字的叙述，不要是售完为止。你售完为止会造成民众一个误解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比较艰困的时刻，大家还是要互相一点。故事说明无清楚，拄到急需要翠暗的民众，引发这处争议。翠暗是名济，2月初6上路以来，药局当然工作量增加，人力是大度负担。防疫非常时期，双方拢爱互相体谅，多多包容。